三道里风台扫过哦，基隆地区落大水雨，嘛有真侪所在拢淹水。新丰街海中天社区附近，因为崩山道路中断哦，也毋过昨暗已经抢通了。今仔早起又搁开始落大水雨，是互民众真烦恼。基隆市长谢国良早起嘛公布基隆财损的补助，徛街淹水上济一户会当补助2万块，车辆哦上济一台补助3万块。市长嘛表示讲会放力来补助，嘛强调讲未来风台港的标准哦会。愈有春秋，三大怪手做伙要甲土挖开。基隆新丰街海中天社区，测是受到大水雨的损伤，附近边坡规片的土石放落来，路全未通。车到暗时总算抢通。有桥倒摆技术讲，安尼会当省真侪细远路的时间。整个封路还要再绕一大圈呢。现在抢通了，这样省很多时间，至少省半小时啊。不过拜一又搁落大雨。社区的住户烦恼同款的情形会阁发生，希望土坝崩塌的问题要好好处理，甲伊断紧。不过工务处嘛唔敢挂保证，讲当时的完工。又下雨又那么大，其实已经有造成伤害了，再来可能还会有伤害。所以其实我们住在这边还是蛮不方便的。如何让整个边坡比较稳固，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挡土的设施之类的。不过我们可能还要再跟市地主这边洽谈一些可能的方案，然后做最后的决定。三都市风台带来大水雨，造成基隆真侪所在积水甲淹水。不过，测试迄天灾情上较严重，算是正常上班上课，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，嘛提出质疑。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，为初三暗时到初四早起，伊拢有咧看雨量的变化，未来嘛因应极端的气候，伫宣布政策的时阵嘛会更较有春秋。未来我们在于跟气象署的沟通，以及因应这个剧烈天候、极端气候的变化，那我们会更有弹性的看待未来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布。基隆市府嘛公布财损的补助，徛街淹水救助，淹水50公分以上、100公分以下的，一户补助1万块；也若100公分以上的，一户是2万块。财损的车辆若去互土石带去，上济是补助3万；也若浸水的车，上济补助2万。徛街财损每一个人上济5000块，拢会用上紧放量的方式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